以色列是否神嘅選民？各位親愛嘅弟兄姊妹，自從2000年前以色列亡國，被驅散離開自己嘅應許之地，漂流無定之後，教會見到成2000年以色列都冇復國，就有一個教導就係認為教會已經代替以色列承受神所有嘅應許恩典同埋愛，但係呢一個未必好啱，因為依家以色列已經復咗國啦，就好似以賽亞書、耶利米書、以西結書都有預言以色列將會返佢嘅應許之地，然後復國，而果然發生啦。但係仍可能有些人仍然認為以色列人唔係神嘅選民，唔係神所愛嘅。神愛嘅只有屬靈嘅選民，就係信耶和華、信主耶穌、信聖靈嘅人。其實呢度我覺得有一啲喺聖經裡面嘅教導係真真正正指住有血肉嘅以色列人嘅。因為就算保羅喺羅馬書9章講到，唯獨嗰啲係信神嘅人先至係亞伯拉罕嘅後裔，但係保羅並冇完全否定以色列人喺將來能夠承受神末世應許嘅一切福氣。例如喺呢一個羅馬書11章同腓立比書3章，保羅都故意講到佢係便雅憫支派嘅人，亦都即係代表唔係單單係亞伯拉罕嘅後裔，係去到第4代甚至更後嘅一代。呢個可以證明保羅所講嘅以色列人有陣時未必係講屬靈嘅以色列人，而係屬血氣嘅以色列人。神愛以色列人，因為佢向亞伯拉罕起誓，神係一位信實嘅神，佢必然會成就佢嘅救恩嚟幫助以色列。所以點解喺呢一個羅馬書11章亦都有另一段教導，等到外邦人嘅數目添滿啦，於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嗰度等到外邦人嘅數目添滿，好明顯係指到嗰啲真正嘅外邦人，然後先至可以講到跟住嘅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果唔係就好似好怪怪咁講法啦。所以以色列係真正蒙福嘅人，而神亦都講到祝福以色列嘅，神就祝福佢；咒詛以色列嘅，神就咒詛佢。所以願基督徒都全心全意成就神對以色列人亞伯拉罕血肉後裔嘅應許，去愛以色列人，祝福以色列人，令佢哋信主，亦都成就神最後關於以色列人一句恩言，就係以色列人一家都要得救。祝福以色列，祝福所有基督徒，歌頌偉大信實嘅神。